完美君主脫衣舞派對玩 3P。64歲嘅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喺人民心目中係21世紀嘅完美君主，但原來呢位溫文爾雅嘅國王都曾經放淫放肆。上星期出版嘅傳記《不情願的君王》爆料指，佢27歲登基之後縱情酒色，30歲結婚之後仲花天酒地，參加黑手黨舉行嘅地下脫衣舞 party， 揀女入房胡混，甚至玩 3P。96年美國亞特蘭大奧運，佢蒲夜總會，同脫衣舞娘喺房獨處2個鐘，之後派特工上門沒收脫衣舞娘同自己嘅合照。多年嚟佢發展多段婚外情，包括模特兒女星克尼馬克曾經計劃同對方私奔荒島食椰子，但皇后一直啞忍，國王唔肯就傳記置評，表示係陳年舊事。瑞典人就好驚訝，又戥皇后唔抵，但表示會尊重皇室私隱。